啊，叫做刘秀兰老师，我们欢迎你来。他自己也有工作坊，所以常常出国。跟他约时间，他一定要事先要知道他这一年的计划。然后后来他是2月初还可以所以我们赶快聘请他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植物染。那他们除了这个专长以外，他有很多的专长，所以以后我们有时间，如果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请他教我们其他的他所知道的、所会的来教导我们。那我们不耽误时间，因为只有3个钟头。希望他说今天要教我们3种染布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耽误太长的时间，我们就请老师来开始。很高兴认识大家哈，说很有名不敢当。我只是想说，我们有多少的东西，然后看是不是被市面上的社会人士或是外地的可以接受我们哪些东西，所以我就先去跑展览去内地展览看看然后就慢慢修正自己的脚步，然后哪些东西是应该要改精致一点，或者是哪些东西要淘汰应该是要做什么东西这样。所以这几年去内地展览，知道有一些染跟织布，这东西是不会被退的。所以一定要好好写今天那个原住民国语今天所以我刚刚就是我跟我女儿还特地去那个百旗隧道旁边那个登山步道有没有？去那边采集了这个植物，所以你们等下会用到。那我今天先跟你们讲说，你们手上有一些那个布做那个资料嘛最主要是要知道说因为任何植物它是有季节性，春夏秋冬有一些植物它的色素是很饱满，有时候是夏天很饱满。其实实际上植物很嫩的时候，春天刚发芽的这些植物它的色素一定是很淡的。那最好是秋天冬天夏天的植物色素会比较好所以我其实不管是什么色素最好是我们平常要做 DIY 写生比较容易拿到的话，就是我们路边的那个旋风草有没有？鬼针草会恰草后会粘在身上，那个都1年4季都有看到嘛。还有我们吃的洋葱那个洋葱的皮我们不是把那个黄黄的丢掉或者是你认识的菜市场，或是你常常去买菜的那个地方，跟他说，我帮你清那个垃圾一下，你就把它收起来，然后积少成多，那个色素很够。你染出来一点点，它就色素就蛮多了，那个都很容易。还有一些就是浮木我们周遭的那个叶子就是比较圆比较大，那个很多人当那个造景用或者是路上的树木，一些政府机关都会，每一个乡镇市都有种一大棵一大棵的，就是那个什么，桃园那个集会所后面那个孔庙不是好几棵，那个就是浮木，它的色素是鹅黄色，很漂亮。那我们今天就刚好有鹅黄色，我又加那个大锅菜有没有？嘎西比赖跟浮木加在一起，所以嘎西比赖的颜色是有一点淡淡的黄，然后又一点点绿，然后我又加那个浮木是鹅黄色，我不知道它染出来是什么效果。那我们先不讲。那任何一块要染之前，它一定都有那个前处理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布比较容易吸色，就是蚕丝，因为蚕丝是动物性的纤维，对不对？它有蛋白质，就不用经过任何什么去吸收蛋白质的处理，就可以吸到那个色素了。因为我们要染色之前，一定要让那个布料要吸收蛋白质，要有蛋白质，它才会比较容易吸收到很多的色素。如果没有蛋白质的话，它不容易吸收，它不容易上色的意思啦。那还有苎麻跟棉这2个都是植物嘛，所以它本身没有蛋白质，对不对？那羊毛它有蛋白质，它也是动物性的，所以它2个，一个蚕丝跟羊毛，它们都不用去做前处理的那个
吸收蛋白质。可是锰跟棉呢，我今天给你们上的是棉，正棉100%的棉是日本进口的布料，然后它是没有蛋白质，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给它泡在豆浆，好，所以你们要染之前呢，那个布料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荧光剂？对。我们任何的 T 恤啊，或者是刚买的都会，每一件衣服都会有荧光剂嘛，所以你一定要给它洗干净，或是用热水给它煮，把那个荧光剂表面的残留物啊，可能在制作衣服的时候，是在染布的时候手上都有油脂，或是飞尘残留在上面，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煮开水，煮到把脏东西都洗掉，还有荧光剂洗掉之后洗干、晒干，然后再泡在那个豆浆。豆浆不一定说你要自己弄啦，像你如果说你有认识的菜市场在做豆腐的，没有煮过的哦，他挤过的那个残留的那个，他要丢掉，或者是菜市场会卖那个一包一包的，让你带回去自己去煮，不能买那个有加糖的哦，是纯的哦，无糖的，然后没有煮过的，是生的，然后就给它泡进去。或者是你有认识的 7-Eleven 啊，或者是很多有的时候是自己的孩子有卖有开那个什么统一企业啊或者什么的，他运送到统一或是全家那个快要过期的牛奶，是不是他低价卖？对。对，你可以就是鲜奶呀，没有加糖的哦，还有那个豆浆，这2个你都可以给它浸泡，不能稀释哦，就是浓浓的这样子，让它吸到蛋白质，然后再给它打开来晒到干干的。那你要制作之前就干了嘛制作之前就给它烫平一下，不然它做你染出来也是做的纹路。这样有听懂了吗？到这里有没有了解了？植物纤维是不是要泡什么？蛋白质嘛，豆浆是不是含有蛋白质，还有牛奶，那咖啡，那个是染色了，那是色素了。然后我们要让它吸收蛋白质的时候是豆浆或者鲜奶，那羊毛跟蚕丝就不用了嘛，所以到这里大家都了解了哈。那我们今天的棉布，我们等下要染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哪些步骤。像这个的话是染好几次，可是它很清楚是不是方块交叉的？对。它就是细细的那个白色的啊，就是筷子，或者是棒子也都可以。然后它是折成像豆腐，应该你们的那个有没有印啊？没有印到那个步骤。等一下我再教你们，我先介绍一下。然后这个呢也是筷子，可是它是对角的去抓，有没有变成圆圆的？就是这个是橡皮筋啊，一层一层的橡皮筋绑的。然后这个呢很像那个云，随便的像云，还有这个也是随便绑的，它就像天空的云一样。对。看不出来哪一面是真的。好，那这个也是筷子，然后这个筷子比较细，对不对？然后它是怎么去夹变成这样子？等一下教你们还有你们如果说有冬天啊，或是吃什么小美冰淇淋那个棒子有没有？不要丢掉，也可以把它弄成这样。你看是不是小美冰淇淋的棒子？这个也是用绑的，这些做法都是绑染，都是绑染，对，绑叫绑，然后有筷子，这个叫夹，因为用筷子夹起来，然后用橡皮筋啊，或是线啊、云染啊，都是绑那还有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什么蜡染呐，这个就是蜡染，然后它有一点裂纹啊，就是叫蜡染，然后。那进阶一点的话，就有形状的形叫形染，
像我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图腾啊，我们也可以弄一些形，叫形染，就有形状了嘛。好，那像我这个也是，看不出来，它也是形，然后可是它有一些花纹哈，像那个纯妮他们啊有上过，哦，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得哈？还给我了。好，像有一些，之后啊，你们也可以做成作品啊，做包包啊，哈，我这个是叫捉襟捉旗，就有，有蝴蝶啊，有一些花啊，哈，它是这个叫扶桑吧，扶桑花中间的，就可以制作成这样子，好，那形染呢，它有一个形板是你先割，那这个形纸呢，你可以用它。刻这个形，我们很花时间，对不对？是不是要用好的东西？那我们刻这个形、这个样式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摄氏纸。这个纸张你怎么泡它都不会烂掉哦，你泡一整天，隔天再用也都不会烂。因为我们在洗之前，我们先布料是白色的嘛，那我们要先覆盖，它不会被染到，跟蜡染一样，它是用蜡去覆盖，而不是有的人的想法说蜡染是不是用蜡去染？不是哦，即使是蜡或者是腐，是覆盖，不要让它被染到而已。哦，意思是一样。那形纸呢，它怎么弄都不会烂掉，所以你可以印到这里，还可以印到那里，印到那边，或者是做那个彩绘用啊，也可以用那个形状，然后再刷色，都可以用途很高。那你弄在 T 恤啊，或是弄在墙壁啊，你要画哦，你都可以用那个纸张，都不会坏掉，除非是你给它剪掉或撕掉。那最终呢，你也可以把那个形纸到最后，你可以框起来。如果你们有注意到，有一些，县政府的后面有一个卖那个控肉饭的，我有看到他给它漂框，很像是蝴蝶还是对百蝶。你们如果有去县政府后面有卖控肉的那一家的话，它是白蝶，然后它给它框起来也很漂亮，所以那个东西很好用，对不对？所以可是呢，在割的时候是花时间，所以你一定要先构图，然后先想好，然后才有办法做成呈现出来好看的东西。好，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水。我先让你认识一下哈，这几个是我之前在那个楼下有展览，然后就染了一些。我很容易干咳，没有当明星，所以讲一讲就口渴了。如果有唱歌那还得了。好，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颜色哈。我们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你看大陆啊，它除了蓝色以外，没有其他颜色，对不对？都是蓝，还有的是化学蓝。你看我们原住民的属蓝，以前老人家他那个那个撒网的网子，以前也没有那个什么李古树了，没有那个钓鱼线那种的材质，都是棉嘛，都是自己粘的，粘好之后做成网，然后他们就用这个属蓝去染色，它又可以防虫，然后又有色素，然后它织衣服啊，它有防虫。为什么我们老人家的衣服可以穿很久？不好意思。它可以穿很久，就是因为属蓝它本来就有防虫，所以它也不会烂掉。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浮木，它的颜色如果这是棉，如果是别的材质的话，它又不一样的颜色哦，所以它在苎麻啊或者是丝啊又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是榕树，榕树哦，你看它就不一样颜色。榕树。对，榕树。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
哎呦，那时候是樱花啊，那时候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樱花的枝叶，哎，就比较淡。如果是它在蚕丝的话，它会更亮，它会有一点桃红色。哦，还有一些接近绿色啊，哦，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咸丰草的颜色。啊，那我今天把黄色跟这个颜色加在一起，我不知道会变什么色。哦，等下我们自己染就揭晓。那这些颜色就紫胶虫，紫胶虫就是有一些我们的龙眼树啊，或是什么，你如果有注意看的话哦，树上它会有那个灯，它的胶有没有结晶在树上？就是那个虫啊，它留下来的胶质结晶，然后长得像毛毛虫。然后它就是干掉以后，只要刮一刮，然后就可以拿来萃集，染出来的颜色它就是很饱满。可是有一些颜色就是它越亮的时候，它的褪色比较快。那很多植物不管是就是比较有颜色的、比较亮的颜色，你就不要一直放在太阳下或是直晒，都是阴干比较好，比较保值的很久。那还有这个叫陈文茜的茜，叫茜草，有一点像，它是爬藤类的，就像那个爬气一样，它的叶子是比较尖，然后它的叶子也是跟鼠狼一样，鼠狼的叶子是更尖，哦，就是尖尖的这样子，然后爬气茜草就胖一点点，好啊，爬气更胖，爬气的叶子是这样子比较胖，所以它们都是爬藤类的植物。那这个呢，就是蓝染，就是这个蓝染，我又加了北的颜色，所以就变成这个颜色。啊，这个是那个，相思树，哦，相思树，哦，这个也是蓝染哈，对，然后这个是茜草，还有一个颜色是那个。有没有这样？洋葱的颜色。这个也是浮木哈，你看这是羊毛，好漂亮。对，这是浮木，这很亮。好，那我就植物就介绍到这里。这个洋葱的颜色是金黄色。洋葱的颜色。那我现在就是你们可以站这里，或是我们站那边。这个不要放中间。啊，这个移到中间。对，那就围起来可以吗？然后我教你们怎么夹，然后你们就到位置上。要用手。出来呀！来呀！要来都过来这边，他说要教你们怎么绑。什么？你的那个手箱子。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绑。是我们带到那个什么？是那个洋葱的那个里面就有好几个可以那个。如果我们有10块钱，好，我们可以或是5块钱可以绑起来，然后有没有5块钱可以？都可以。不用了，不用了，用阿姨的就好。好，我们现在哈，你看你们要起来，这个是什么布？棉在哪里买？做包子布料，卖胚布的都可以。卖胚布。对，5块钱或是10块钱啊，它只是大小而已，重点是你的橡皮筋的
绑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我现在给你绑，就绑几次然后我们拆过以后啊，它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被遮住，不会被染到。染好之后再拆。我只是给你们看而已。你的钱很大，它就眼很大，有没有？这个地方是橡皮筋绑的，它就不会被染到。然后这个圆圆的还是会被染到，就会中间一个圆，外围是白的这样而已。5块钱的话就小的圆圈，不管你有什么形状的都可以，重点就是50块跟5块钱都不行，因为它有铁锈，对不对？老师再说一遍。1块钱跟50块。它是铁，它会生锈，它会产生那个铁镁染。然后因为我们要做镁合刚刚没讲到，镁染就是这个太太跟先生一定要有媒婆才可以结合。我们自己恋爱的呢。对，自己恋爱。然后这个色素跟这个镁染剂一定要有镁染剂，它才会变你要的颜色，才会有颜色。如果颜色又稳定，然后这个镁染剂又让它定色，它的用意其实它是醋酸你也可以用醋去泡它，让它定色。可是它如果有什么石灰或是明环或是铜镁染或是铁镁染，都可以让它变不一样很漂亮的颜色。它会更比如说你刚刚放下去，你染很久。可是颜色都不会很亮。如果说你加了铜镁染或是明环或者是石灰它就会更亮，颜色就会更饱和，然后它又可以定色。然后如果说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要用铁镁染，因为它都会变很深，而且又会变脏脏的，会黑黑。你只要摸到一点点，你摸这里就黑黑的。对，所以我很少用，因为它会变成污染。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千万不要用50块跟1块钱所以它会污染到。醋去定色，那有规定什么样的醋吗？一定是白色的嘛，你不要用黑的，你用工业醋，或者是柠檬酸可是不要倒太多，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我们说为什么还要用到这些化学的东西？可是我们的镁染只是在2克到5克以内而已，我们不会去污染到那个河川或是水源或是身体。你看我们喝的可乐是不是也有化学？我们的酱油是不是也有？可是它都在安全范围内，对不对？所以是一样的道理，一定要透过这些东西，它才有办法定色。还有什么疑问吗？有没有我漏掉？好，这个因为我都帮你们萃集好了。实际上还有一件事就是，煮染液的时候一定要豆细细的，然后才会萃取得快，不然你一片叶子放那边煮到什么时候？那个还要煮。像熬汤一样熬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颜色，所以一定要豆细细，越细越好，然后让它萃取比较快。然后有一些植物像那个七里香它染出来是苹果粒很漂亮，对不对？可是它的色素很慢萃取，所以你要豆很久，又要煮很久。七里香的那个籽还是叶子？枝叶就可以了，枝叶。然后呢，那你在染的时候你又要泡很久。泡40分钟，然后再美染20分钟，然后又回去半个小时。所以我今天都给你们染那个色素很饱满的。所以我刚刚讲浮木跟什么洋葱皮的色素很够，对不对？你们做 DIY 那个最方便。而且浮木又是鹅黄色，也很漂亮或者是蓝然后我不啰嗦了。然后这个是。绑，然后随便抓的，就这样子抓，然后就绑这里，绑这里，绑这里，这样绑，这个是这样随便，应该是这样子吧。也是用钱吗？不用，绑橡皮筋就好了，这个绑橡皮筋就好了。这个为什么像天宫的你知道吗？你看。它的可能从这里先转，是这样。
这样旋转，它就会有那个漩涡。然后一定要平平的哦，然后你就平平的去给它绑一圈，然后像那个网状的。可是布料要看有正反面哈。正面。这边是反面。反面这边是正面。绑这个银的，我是这样子抓的，或者是你随便这样抓，你给它弄一点点水，给它弄湿湿这样，它一定要平的哦，然后是平的这样子，然后橡皮筋这样绑。老师有办法用爱心吗？爱心哦，等一下做看看，不会有人一样的哦。啊，我忘记带那个记号的那个布，等一下自己做记号，用那个角落这边再绑一些还是什么，就这样就好了，那你千万不要用一坨，千万不要这样子一坨，因为里面的不会被染到，然后可能染到外面而已，所以你一定要平平的。然后这个呢，这个叫豆腐，像男孩子比较厉害，会折棉被那个阿兵哥，有没有？应该这个是这样子的吧？这个这样子绑是不对的，这个是烫好再折的，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子哦。熨斗烫过。实际上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有没有？然后是这样子，然后像豆腐一样，像男孩子阿兵哥这样子，整棉被这样子，有没有看到了？是这样子，跟这里，然后这筷子很细，然后这个叫夹染，这边夹跟这边夹，然后再用橡皮筋绑起来。我们不一定要这么粗来，我们可以细一点的小方格，然后就这样子折，就更小的小方格。你可以先折一折，对折有痕迹，或者是像这样子。你给它对三角，对3等份，有痕迹以后啊，这样比较整齐，对不对？然后你再折你要的那个格子。刚刚是这样的。一样哦，要用像扇子形一样哦，不能直接折，因为你越里面有没有对到了？我大概介绍一下哈。你如果直接绑这样子的话，它是不是里面的不会被染到？一样哦，这个折好之后也是要扇子哦，这样一折、2折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对角或是这样子都可以，这样子这样绑，然后这边橡皮筋，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比如说我这边绑很紧，对不对？然后这里绑2次而已，是不是这里比较松，然后这里比较紧，然后只有这里被夹到，然后这边开开的，有没有？如果说两边呢，两边都很紧的话呢，中间是不是鼓鼓的会这样？会有弹性变成这样子的，然后中间都会被染到。它不会有很那个，所以一定要拿捏它的那个，这也是看你们自己的手感嘛，要拿捏这个力度，它的那个什么平衡，自己摸摸看，这样子看是不是会被松掉。然后为什么要扇形呢？是不是水都可以进去？水都可以进去嘛。然后这里也可以打开，水都可以进去 ，OK， 好。然后这个呢，也是绑它为什么这么清楚？就是对，或者是这样子，
再用橡皮筋给它绑，就一圈一圈的绑。这个橡皮筋绑的地方就是被遮住的，就不会被染到。哦，这是这样子的。里面那个墨绿色的有那个夹筷子的那个，很多层的。你拿过来，不是啦，那个刚才。的那个，好，这个也是起假的哈。它为什么变这样？就是也是交叉。可是它又是像扇子形那样子，它好几条，对不对？然后它先这样子，然后这。对到，好像就是1、2，应该是这个角。3。我看最好要用以前用烫筒，烫过来烫过去，很整齐。这样，然后这样，就好几层，有没有？烫头一次就会扁扁的。拿着筷子，它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筷子就可以斜的，对。先这样子嘛，哦，然后后面的是应该也是这样，然后后面的是这样子，哎。好，你也可以全部都这样子，它也会这样子，它也会引起的。好，如果说你要让线条粗一点，就2条，那一定要这样子哦，两边对称哦。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哎，谁还有那个刚刚的10块钱？好，你也可以，我要钱很多，外围要几个钱，可是我要让它有圆圆，对不对？可是不可能只有一面啊，所以相对应哦，这里要有10块钱，然后你再用这个夹子，筷子夹住它，好，你就绑这里跟这里嘛，它不会被夹到，因为有那个10块钱挡住它，所以它这里就会有圆圆的，全部打开的时候就很多钱，全部都有1块1块，10块钱这样子，好。这样大概知道了吗？好，如果等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再跟我说。然后我们现在每个人呢，那老师，我发问，在煮以前要放什么？煮以前，水里面都要加什么？只有植物，那个枝叶啊，没有放任何东西。因为我们是天然植物，我们只有后面我们拿好之后，我们用美染剂定色而已。都没有放任何东西，就是水。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份里面呢还有一个皮带。还有我们今天我顺便跟你们教拓染，你们可以不一定要染植物，或是我们也可以拿随便路边的草啊去给它敲一敲，然后去拓染。而且这个可以放 A4 的资料，我自己测的。然后它是棉麻布，是很好的布，所以你们就会每个人都有2个。那就先把那个方巾拿出来，那你们刚刚听到的那些上夹染啊、绑染啊，如果说你们要夹的话，这边筷子；你们要绑的话，就有橡皮筋，然后这边都有筷子，你们就先来一起。是美的，对，要写筷子什么？下面对。如果你有10块钱跟5块钱的话，就可以了。跟你去绑。对，先会晚一点，然后有几个，反正等一下再说。绑什么呢？不知道。都
可以，怎么绑都是自己的特色，不会有一模一样的。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哦。对对对。看你要怎么绑啊？看你要怎么绑。有不知道的地方可以问哦，哈。教我们了。啊，来呀，来问啊。可以问啊，你问啊。那个天空蓝可以再天空蓝哦，天空蓝哦，看你的一下嘛。你要用一点点喷一下水，然后才不会碰头的。啊，要喷一下水。喷一点点水，它比较容易组成这样子。这样吗？对，你就如果你有水的话，你这样随便挤它就有了。要去那边。一点点水，你要确定哦，你要用这样子哦。好。喷一点水这样。你问。我也要那个叫什么长？洗干净。老师。啊。要加水的那个叫什么长？天空蓝。天空蓝。天空蓝，对。天空蓝，然后加10块钱。